这个台湾的疫情虽然稳定，但是世界各国也是正严重，甚至佫量转来。短期内也是无可能会开放出国，所以航空业积极找找新的趁钱点。国内三大航空公司中营、华航甲台湾虎航，拢来推出着坐飞机环台湾岛的行程，一个人大约是5、6千块来起跳。另外，佫来推出着囡仔空服员的体验营，这个推出马上就互注文了了。 有望家人要飞盘飞上天，麦当享用飞机顶悬的餐点，欣赏台湾沿海的美景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出国，但是会当坐飞机环岛。这是你的猪肉饭。穿缩小版的制服，旁盘啊来招待人客，也是讲离飞机顶悬广播。航空公司即摆就是看到暑假亲子的相机，甲小小空服员的体验营结合坐飞机的行程，来一个机场一日游。两间航空公司拢选伫8月初8父亲节推出这个坐飞机环岛的活动，销量袂歹。 大概30几个位置，其实在半小时就销售一空。那主要族群呢，落在将近是35岁到45岁左右。中型起跳机环岛，一个人的费用大概是5288到6288块，行程2点钟45分，会当离飞机顶悬食餐点，使用免费的 WiFi。 还可以当买7节的免税品。华航推出60周年的彩绘机，每一个人6000到8000块，时间差不多2点钟左右。会当离飞机顶悬啉茶，还佫食点心。另外搭配着小小体验营，还佫送洗肠包、饭店抵用券。台湾虎航嘛推出会当坐起哩 A32空客机的活动，买当体验地勤的工课、登机的流程。5600来说，如果是以出国来看的话，这样的价格也是相对的吸引人。就是在飞机上出国的意思吗？那个就不用了，谢谢。坐飞机环岛的体验变成是航空公司伫疫情期间试水温的旅游新模式。